史，無上聲望，走進永明金融大樓。蒙特利爾市中心屹立一座過百年嘅建築——永明金融大樓，歷經過2次世界大戰，見證住永明金融160年嘅輝煌歷程。行入呢座宏偉嘅新古典主義建築，穿越百年歷史嘅大理石柱同樓梯，冇過多嘅奢華裝飾，只有實實在在嘅信任同承諾。1914年，主席麥卡利先生選址兼督建呢座大樓，亦引領永明金融走向國際。佢深信優秀嘅產品應該要惠及大眾。經過3期工程，呢度被譽為大英帝國皇冠上嘅寶石，英聯邦最高嘅建築，可以容納到1萬人。刻住加拿大起源故事嘅銅門，連同至今仲用緊嘅銅製郵箱，默默記載住悠久歷史。一戰期間，眾多永明金融員工被徵召參戰，永明金融依然繼續向員工支付薪金同照顧佢哋家人。戰爭期間所犧牲咗嘅永明金融員工名冊一直珍藏喺度。曾經有位精通多國語言嘅永明金融員工，更喺戰時擔任過秘書特勤，相傳就係007 James Bond 嘅人物原型。歷經咁多歷史事件同經濟起伏，永明金融一直與客戶、員工同社會並肩同行，貢獻力量，跨越時空嘅守護，丘吉爾嘅金庫。永明金融大樓地下有個堅不可摧嘅金庫，據說冇任何嘢可以破壞到佢。二戰期間，丘吉爾啟動 Operation Fish， 將英國價值50億美元嘅財富收埋喺漁船裏面，秘密運到呢度，堪稱人類史上最大規模嘅實體財富轉移。當時嘅50億放到今日係天文數字。除咗有道厚重鋼製大門，更有加拿大皇家衛兵24小時嚴密看守。曾經有位永明金融主席想試下個金庫係咪真係咁安全，結果被困咗喺裏面，最後要叫保安人員嚟大費周章先至開到道門，咁就更加證明個金庫嘅安全性。百年 logo， 一部永明之光嘅歷史記錄。160年前，當時嘅人均壽命只有41歲，家業傳承成為好多農場主要面臨嘅現實問題。永明金融最初嘅產品就係有傳承功能嘅人壽保險，幫助當時嘅農場主順利將家業交俾下一代。Sun Life 呢個名源於陽光，農民深知水肥可控，陽光難求。而陽光正正就係生命同豐收嘅源頭，陽光下嘅生命之樹就成為 logo，Brings them to life。由舊辦公室搬過嚟嘅玻璃花窗，描繪住古希臘太陽神 Helios 騎住白馬戰車，將陽光灑向人間。呢段時期，永明金融嘅全球業務快速擴張，遍佈世界各地。logo 不斷演變，但陽光始終如一。到咗今日，呢道光守護緊全球超過8500萬客戶。太陽同地球嘅 logo 喺全球閃耀，持續點亮生活，守護住你。創新敢為人先，穩健之外，創新亦都係永明金融嘅基因。1880年，我哋推出全球首張無地域限制嘅保單 Unconditional Policy， 無論你身處世界何方，永明金融都守護你左右。正如產品海報，一位壽險代理人正向一位商人介紹永明金融產品，被產品吸引，商人同佢太太簽落咗份保單。後來商人喺42歲不幸逝世，着住黑衫嘅太太帶住年幼嘅細路，手持永明金融份保單，得到及時嘅經濟支援同保障。當時大部分民眾識字能力不足，永明金融就好創新咁，採用連環畫形式，將保險嘅意義同功用變做易明嘅故事，證明咗喺100幾年前，我哋就已經將客戶體驗 Client Experience 放喺核心位置，每一步都設身處地為客戶着想，用心打造貼心嘅服務體驗。作為加拿大最早嘅保險公司之一，永明金融始終引領行業前行，以客戶為中心，諗多一步，做多一步。
可持續未來，共築明天。扎根歷史，同時展望未來。永明金融通過 ESG 投資同實踐，致力將更公平、健康、可持續嘅世界帶俾客戶、員工同全社會。大樓採用節能燈光，天台菜園同蜂箱收成到嘅蔬果會捐去做慈善，回饋社區。員工辦公區域處處充滿人性化設計，採用先進 ESG 理念，為員工打造更理想工作環境。從1865年到今日， Bring Center Life 嘅初心從未改變。時代在變，承諾不變。160年，永明金融因遠見而穩健。